你按到嘛个名？乃哥你按到嘛个名？乃黑藏苍意罕，你托乃托佛山教笑国少，国笑几多年生？知年神几多年生？西年神哦，四年生，吼。也迄你个嘛个数？乃个客家书，哦，你会同大家分享，嘿嘛？嘿好，请你打开来看。第一支你要同大家分享嘅係嘛嘅？你先打開來俾外頭看一下。哦，好好，哦，請旋轉去，好，第一支係嘛嘅？你第一支係嘛嘅啊？叫個第一支，嘿，第一支係嘛嘅？你寫嘛嘅？過年阿爸本來賺年錢，乃衝到笑哈哈。哦，過年阿爸本日賺年錢，你搶到笑哈哈，係冇？嘿，哦，第二支係嘛嘅？北方建材本來感覺人少少，本日感覺冷少少。哦，第三支呢？乃個叫的都帶做起來的。名佢叫的唔見得咧，做起來唔知哦。嗯，哦，第四支呢？乃唔好食辣椒的，因為斷辣。好，迄麼個意思？請你用方言講出來。辣椒的。你不喜歡吃什麼？好吃辣椒的。你不喜歡吃什麼？辣椒。為什麼？很大。哦，懂啦。好，過來呢？鹽蟲本身就凍合米。凍乾米。哦，凍乾米。哦，你說吃什麼？吃香腸。香腸用白講。吃鹽蟲。哦，是鹽蟲，我幫嘛嘅。酸條。凍好凍乾米哦。哦，你按鈕試過嗎？你有這樣吃過嗎？你有按鈕試過？有哦。哦，好。好。露台露妹的荷包告水。露台露妹的荷包告水。哦。阿爸阿妹的荷包順翕相。阿爸阿妹的荷包順翕相，係乜嘅意思？爸爸媽媽在河邊照相。哦，好嘞，好嘞，還有冇？冇。冇了，啊你要講乜嘅？暗字聲唱，那個怎麼念啊？多。多一高。過100，搶大家多多自高哦，自高。哦。好，暗字聲。好，等來了，來，啊來，你按到乜嘅名？你先老大家問候一下。大家好。哦，你按到乜嘅名？劉亞彤。劉亞彤，吼，你通哪間國小？鳳山國小，幾多年生？四年生，吼。你要拿乜嘅？你冇拿出來俾大家看。客家書哈，好，來看一下周群。哦，有誒，客家書，好，你打開來俾大家看一下。哦，還有冇？我看，好。哦，好嘞，好，來第一頁開始。第一句，你講乜嘅？母親節。嘿，母親節。母親節，我送阿妹一尾巴。哦，你送阿妹乜嘅花？那個。你送阿妹乜嘅花？孔乃馨。孔乃馨。好，過來呢，第二句係乜嘅？我的運動票慢慢行。你的運動票慢慢行。好，做運動。我過來呢？我嘅手機嘅。都帶啲內味。你嘅手機嘅都帶啲內味。你從頭我手機嘅帶唔見咯？黑。黑哦。好，過來。
我唔好使酸條，你因為按辣。哦，你唔好使蒜頭。頭先嘅乜啥？倡議函講使煙囱放蒜頭當乾面呢，你唔好使蒜頭。吼，過來呢？我當好使韭菜。你當好使韭菜。炒炒乜嘅？臭豆腐。炒豬頭腐哦，也韭菜豬頭腐。韭菜豬頭腐。好食嘛？好食。好食。你那位是玉梨哦。荷包是鹹氣的。鹹氣的，哦。古蟲哦。古蟲是荷包是寬酥。看乜嘅？荷包筍看看樹哦。你講你遐乜嘅樹？客家樹，所以我遐乜嘅？看樹。寫幾說咧嚇？你那本書好咧？好咧，你要同大家講乜嘅？好啦，不用說你，不用過你。